我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月15，旧历的12月初3，礼拜5。这个高雄凤山一栋透天厝，半暝啊4点外火烧厝，一家口啊3地4个人，两大两小，拢无性命现象，送病院来抢救，其中有3个也是救无转来，包括33岁妈妈、70岁阿嬷，甲10岁大汉查囝。 只有1岁查某婴仔救转来，目前伫咧家护病房。啊，这个火烧厝的同时，讲这个妈妈抱着1岁查囝，徛伫咧3楼的外墙，大声来喊救命。可能是未堪的大火高温，所以为这个阿鲁米天要来逃生的时阵，无小心栽落楼骹。这个消防局初步来判定，导火点伫咧2楼。啊，这个导火原因真有可能是电线烧拍电。 有阳台那边有妈妈抱着小孩。火烧厝，火为2楼烧出来，一个33岁姓武的太太抱一个大姐细汉查某囝，徛伫3楼外口喊救人。这个老母可能是袂堪的高温，抱囡仔跳上阿鲁米推，不幸栽落涂骹。慢点，小朋友，快！下来了！ 赶紧急救，随送去病院。大人甲囡仔伫第一时间拢无溃疡。火烧厝的时，几路人看到这个画面，真正是有够艰苦。他因为他在3楼那边抱着一个小孩，他说他还有妈妈在里面，然后还有一个小孩。火一日拍花，消防人员伫2楼的一间甲3楼的走廊，找到70岁阿嬷甲10岁大汉查某囝，不过拢已经无溃疡。可能看到火势过大哈，那不慎从3楼坠落。 火烧厝发生伫高雄市凤山5甲1路这栋透天厝，透早4点40分左右，雄雄导火，5点外火拍花，初步判断导火点伫2楼的头前，不过导火原因还搁调查。看起来最好的位置就是都跟那个妈妈躲在3楼前面那个房间，然后因为她房间事实上有一个门呐，她只要把门关上之后，其实那个烟原则上不太会进到她那个房间里面，在那边等待救援。 这个大姐查某囡仔有救回来，重度昏迷，伫交护病房里抢救。火烧厝造成3死1重伤，重大伤亡，和亲人甲朋友真正是无法度接受。